来看台中市加强取缔乌白饼本色哦，最近嘛增加100外支的监视器，嘛迄着有驾驶乌白配饭槟榔汁。对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6月底，嘛已经开出400外张的罚单咯。监视器翕到有驾驶准备要停后红灯，煞甲红记记槟榔酱凊彩乌白配，将路面整个染红。另外，阁有驾驶人因为暗时灯光较昏暗，将车顶的本数直接弹起安全岛，这行为全部拢被环保局驾驶的监视器翕甲清清楚楚。那主要是驾驶人在等停红绿灯的时候，从车窗外丢出垃圾，那环保局会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1200到6000元罚款。台中市环保局最近伫各大主要道路分界道以及高架桥的下骹，架设了100外支监视器，取缔乌白蛋本数的乱象。为去年12月到今年6月底，拢总处理共花了400外件，开发超过56万外块。其中上常发生乌白蛋的一点，就是环中路甲向上路口，拢总处理了97件。做什么事之前，不是习惯都会看一下摄影机吗？看一下电线杆有没有摄影机。你看我们台湾多少监视器，那可能全部遮到。对啊，一定会有漏洞的。不少民众表示，高架桥下骹常常看到乌白蛋的状况，中华只是一个手段，上主要还是靠驾驶人的公德心。而台中市环保局表示，除了伫路口架设监视器，嘛会伫重要商圈来加装监视器，进行24点钟的修正处理。若是抓到行为人，就依照违反废清法来处以1200块到6000块以下罚款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